財務總監顧名思義就係管晒成間公司嘅財務嘅呢一個角色嘅人而佢可以做嘅功能包括幫你做一個現金流嘅預算啦，包括做一個財務上面嘅分析啦，俾到老闆一個嘅意見，應該幾時係放，幾時係收，呢一個咧先至係財務總監嘅角色。財務總監閒閒地可能都要講緊5萬6萬蚊，先至可以請到一個有資格、有經驗做到嘢嘅財務總監。公司可能都未有咁嘅資源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可以揾一啲外部嘅財務總監嘅顧問去到幫你做到呢一樣嘅服務。佢唔係你公司嘅員工，佢唔會每一日朝早9點到夜晚6點都坐喺你公司嗰度做嘢，而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去到俾意見你。通常咧可能會係定期啦，包括咗可能係每個月啦，或者咧每2個禮拜咧同老闆去到見一次面，去到做同一樣嘅分析，同一樣嘅報告。好處係咩咧？第一，成本係可以去到下降；第二，一樣可以攞到同一樣有財務總監上面嘅服務。而跟住第3點最重要就係進可攻退可守，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咪去揾多啲呢一個嘅顧問咯，冇需要嘅時候咪將個次數可以去到減少。再加上仲有，如果你公司將來嚟緊仲會有一啲唔同嘅項目、唔同新嘅發展嘅時候，其實就更加應該揾呢一個嘅外部財務嘅顧問咧，去到俾一啲嘅意見你，採取一個咧對你嚟講係最有效嘅商業行為同埋模式去到進行。